啊，拢伫遮啦，先生，拢伫遮。我变，即摆要咧读即个物件哦，四时五经哦，伫对即摆目前的社会要哪对会着啦？即摆这拢无人咧读啊啦，这拢国背就好啊啦。无咯，先生啊，啊唔读这四时五经要读啥？我甲你讲，即摆上重要就是爱临机应变，爱考咱人的头壳。即摆咧考的试吼，拢总是考迄落对联、吟诗、做对，对了若会水，皇上若是会介意，就马上会当在朝为官。安尼你知唔知？有啦有啦，啊你讲吼，我都有咧听，我唔知咧。哦，要教教你的牌，我喙手就好拍甲啦。我甲你讲啦吼，咱人人生吼，在这社会上吼，伫咧做人做事吼。上界重要就是爱根据有三大要素。三大要素上重要就是爱有品德，第二个就是爱有智慧，第三个就是爱有学问。啊，我问你哦，咱人若做一个人，要甲人出入社会，咱做人上界主要根据爱根据什么货？社会我知啦，啊你做人就是爱有品德啊，嘿啦。跳，你头一题就答对啊！咱人就是爱有品德，才会当甲人做朋友，会当交一寡只较好的人，啊来做事，也是要做生意，也是要做事业，拢总共款，对无？啊，但是咱开始要做事业、要做生意的时阵，爱根据到你的要素内底多一点。迄要素，我知，爱有智慧，嘿。巧啊，搁会着啊！我跟你讲，咱人就是爱靠这个智慧。啊，才有法度通交朋友，才有法度通创出咱一番的事业，对无？啊，但是咱若是讲，假使讲这两项要素拢总根据啊，有法度通去考到在朝为官啊。咱咧做官的时阵，你捌讲过讲爱清廉，对毋对？对啊。啊，但是咱要清廉，咱若是要服务百姓的时，这三大要素，就爱搁根据倒一项？迄三大要素，就剩一项尔学问啦，迄个照牌。对啦，这囡仔嘛印得出来。啊是讲吼，咱若做官的时吼，要做一个清廉的官吼，就是爱发挥到咱满腹的才华，就是咱的学问，才有法度通去服务百姓。安尼你知影吼？我知。安尼将今以后，这四时五经你拢会晓背啊？会啦，这我是拢会晓背啊啦。会晓背就好，这拢摕去烧掉，这拢唔免用啊。无咯，先生啊，啊万一讲吼，我去考试的时阵，啊人喺考试的出的题目，若无照你讲的安尼，我唔煞考袂着。放心啦，我会不管时甜对伫你的身躯边啦，一切拢总看我就好。有影？好。嘿，自从甲阿姊换厝了，阿姊即摆搬入去，唔知有平安啊无咧？行。嘿，温顺呢？阿姊哦，是你啊，李小姐。哎呦，温顺的啊，你是转来厝要找我佚佗的啦？啊，怎徛到遐哪唔入去啦？你要坐啦？啊，无啦，我着吼要去迄边买物件啦。啊，经过遮哦，先仔去探看卖，看你有伫咧内面无啦？去拜拜啦。安尼哦。哎，对啦，阿姊啊，是讲哦，最近政府准备要就囝户口，啊，毋知准备要安怎吼？唉，马马虎虎凊彩啦。啊，伫恁政府迄个天堂迄个读书，你也知啦。啊，头有吼，咱是毋知啦。啊，就最近哦，我请一个先生咧，啊，甲迄个先生哦，敢若足会晓的，头壳安尼花头喜面哦。啊，迄先生你捌捌啦？有做柳松英啊？柳松英？对啊，李小姐，人伊吼一直住喺新厝遮呢，啊是老爷以前的朋友啦。那李小姐你毋知影，敢会老爷以前无甲你讲过？我那嗲较早哦，毋捌甲我讲过即件代志啦，我哪有可能会知影啦，对无？对啦，阿姊啊，是讲吼，政府会当请到一个遮尔好的先生，对政府来讲吼，嘛是一件真好的代志啊。我替政府吼是会足欢喜的呢。多谢啦，清彩啦。啊对啦，是讲吼，阿姊啊，你即摆吼搬来即间新厝住，你有发现到一寡奇奇怪怪，或者是吼，你互你吼感觉做恐怖的代志无？搁吼，小弟仔吼，伊的身体即摆毋知有较好无？吼，你讲咱安尼哦，
啊，你即摆身体加偌好诶哦，足勇健诶啦。对啦，自从吼大小姐搬入来大以后吼，咱厝诶共款遐尔舒适，遐尔安定，拢无啥物奇怪诶代志啦。啊，这徛家，啊这哪有啥啦？啊这厝吼本来就咱兜诶啊，这平平安安啊。哎哟，凊彩啦！啊，人咧讲哦，心内无邪，就不怕鬼，哪有啥物恐怖诶代志？啊，真讲哦，真正有迄个恐怖诶代志，我嘛毋惊。我一个朋友咧做道士哩。啊，你是讲顶工伫恁兜迄个哦？嘿啊。啊，是伊哦。请问啊，吼，我看哦，你真正愈来愈厚呢。这菜哦，煮了，哦，这芳的哦，敢若足好食的吼。敢有影？大小姐，你毋敢嫌啦？啊，你已经足久无食到我煮的菜啊！其他日这吼，拢是你上爱食的，你试看觅。早就想要试，你试验看觅。哦，好食。哦，拍我。紧张的啊！哇，食饭哈。哎，好好好。来，啊，你今仔来遐老早？啊，平常时拢3更半暝才转来咧。无啦，头拄仔有一人客吼，讲叫我明仔载去甲办一下事的啦，想今日都无通开啊，较早转来啊。安尼拄啊好，今仔吼你较早转来，有一件代志哦，想要麻烦你。我迄个安尼的小弟哦，毋知安怎，自我细汉哦，就安尼足够病痛。啊，阮已经请大夫哦看了看咧，啊大夫若来哦，见讲拢讲无破病。我实咧想，想讲哦，毋知迄个歹物仔吼低调的袂，啊无等下阮安尼来食饭的时吼，等麻烦你啦吼，甲伊看看咧。无伊若来，我再看卖啦。是咧看啥物？我讲。啊，遮拄好，讲人搞，讲鬼搞，安尼啊？啊，只是想讲安尼啦，你身体安尼歹歹啊吼，啊无吼麻烦啊，我即个朋友吼，甲你看看咧啦。哦，要看呀。系啦。谁要办？哦，好，是。啊，出房啦。哎，好看，歹看。歹看。阮以为啊？无啦，恁这小弟无安怎啦。看无我看几部哈。哎，姊啊，喂，我有代志吼，是想要甲你参详啦。啥物代志？我想讲吼，你甲阮姐我最近上课毋知好无吼，要来读书啊。你也是要读书？哎哟，这戆小弟免骗子啊啦！啊，你也当时遐认真啊？你想要当哦，看迄个六神寺吼，安尼好耍好耍啊，想要哦拜伊做老师对无？哎哟，姊啊，去互你摇着，嘿，六神寺啊吼，我感觉伊风度气质拢赞哦，真有我的缘，我想要拜伊做先生啦。好啦，啊，毋知咱要收你这个学生的无？小等下哦，我来替你问六神寺。哦，姊啊，这拜托你。谁在叫我？哎呦，谁在叫我？哎呦，那这拄好，今仔是咧安怎？讲人搞，讲鬼就搞，我若嘴念爽爽的出现伫我的边啊！啊是安尼啦，先生啊，啊等吼，阮这个小弟安尼哦，想要拜你做先生。系啦。你要拜我做先生哦？啊，你鬼！哦，那你大人出来呀哈！啊，你呢？金针花啊，小等的啦，莫安尼 QQ 落落啦，我甲你介绍啦，这阮阿爹的朋友啦，啊是阮两公的吼的先生啦。啊，恁两个先生哦，这早我就捌你啊！我甲你讲，你较早破坏我的好事，我即摆安尼生气，你讲大人出来，你甲处理你甲当咧。我你讲哦，那这个我早就捌你啊，都是拢伊咧破坏我的好事的。啊，哦，啊，恁两个有熟悉哦。我咧介意，你袂大人出来，你甲出去啦，你甲绑。恁妹已经住伫一间厝内住200几年，我是安命大你。你甲要读嘞？我咧管你住200年、300年、400年，亏你袂大人出来，你甲出去，我是安怎出去？平常爱出去，平常必须出去。有因两个是咧比啥物啊？笑死人，这查甫人哦，就是迄型的，哈，见面都较爱笑阮。出去啦！无你即摆凭啥甲我赶出来哈？我凭啥？你甲听听无？我你甲听好。自今仔日开始，唔免，自即阵开始，你来甲大刘两公领导一下步，嘿，我就会生气。歹势，那两公因兜我已经住200几年啊，我会当住伫这个所在，我就是尽心为着因这口罩好。哼，我不管你住200几年，还是1000年啦，你讲为好哦？对，哈哟，你骗鬼袂食水，啊鬼也迄良心的，为替人想的，为人好，你骗笑的。鬼甲人共款，人有好人有歹人，鬼有好鬼有歹鬼。我的心肝上好，我就是好心鬼。我即个就是认真要来教两公的读册。你该读册哦？唔免，
哦，那即摆先生哦，好满过了啦，唔免你来教啦。哈哈。歹势，若附近遮吼先生哦，因请百几个啊，每一个拢总来遮吼，要教两公的是去互两公迄个个性哦，啊气一个怎活来倒转去，若无就是去互迄两公逆一个怎心脏病起来，怎踹起来。只有我有这个能力教好这个两公的。你这读册人真奇怪，你读人咱竟然石头的哈。做官有啥物好？啊，你看，人即摆两公无做官，厝去徛遮大间，生活咧真富裕啊！啊，你皇帝来生气，定咧好要抬头就抬头。是啊。拜托啊，头壳哦，小可转下，小可转下。你的头壳才着要小可转一下啦，你才是杂头啦！我甲你讲，人两公啊，伊无想讲伊要过着荣华富贵的日子啦。人伊自细汉，你看伊两公，伊就下到一个志愿，伊希望讲后摆会当考到状元，做到一个大官，而且这大官是一个清官，伊要互这好百姓，或者老百姓过着好的日子，所以我一定要帮助伊。讲错了，说，你甲我讲真，我甲你讲，绝对袂甲带你厝的车步，要来无我这生气会甲你收起哦。